总统府是办公的所在，也是咱台湾的百年古迹。今年伫咧4月初4儿童节这天呢，总统府内面要对外来开放，邀请全台湾的囡仔做伙来参加儿童 party。毋但有买戏团的表演、游戏拍通关，也有讲故事等等的活动。总统府对内面到外口1楼到3楼，拢会变做是囡仔佚佗，也有冒险的空间。We are from Wicked School. 新北绘本幼稚园家己队的表演，个最高活泼。8月受邀请来到总统府参加记者会，因为过来4月初4儿童节，伊毋但会来到这表演，全台湾的囡仔嘛拢是总统府儿童 party 的人客。这也是总统府内部头一届伫儿童节有对外开放，动态和静态的活动拢有，亲像教育部都有安排讲故事，要来推广活动。新北市有2所学校，他们中高年级的学生会来担任小小说书人。为大小朋友们说故事哦，而且还有一些故事会化为戏剧的方式来演出哦。儿童节规工拢会有精彩的节目，除了有邀请出名的福摩萨马戏团来表演，长期关注囡仔佚佗空间的县国特色公园行动联名，这届嘛要举办趣味多元的活动，亲像纸箱啊、彩绘、飞天、沙文坡等等，希望囡仔会当伫有特色、有创造力的环境当中快乐成长。这个邀请对特公盟来说至关重要，表示儿童的游戏权益和多元性的重视已经从地方政府跨进中央。那4月4日，欢迎大家带着孩子到总统府找我们来，我们一起来感受孩子游戏的力量。今仔儿童 party 敢会有无语的相关活动？总统府发言人表示，虽然目前无特别列出来，不过有打算会过来讨论和规划。比如说包含说书人的部分，我们应该可以在这方面有做充足的规划。最后，总统府发言人表示，4月初4儿童节这天，对早起8点半到下暗6点，总统府对内底到外口1楼到3楼，拢会变做囡仔佚佗冒险的空间，希望邀请齐齐亲子家庭总会来参加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